我叫葉國華，今年已經60幾歲。人大咗，可能有啲嘢開始記得冇咁清楚，但係耳邊依然徘徊住89年嘅春天，太太彌留之際講嘅幾句說話。要睇住個仔成家立室，要睇到回歸嘅煙花盛放，要睇到千禧年嘅日出。當日佢嘅幾個願望，大多數已經實現。眨下眼又20幾年，香港嘅變化好似好多，又好似冇乜點變過。冇咗周街走嘅小朋友，只剩翻為咗供樓而捱更抵夜嘅父母。以前同太太拍拖嘅老地方，亦都逐漸拆咗、冇咗，變晒冷冰冰嘅商場大廈。從前志同道合嘅老友，好多都走咗。當年佢喺病床上，曾經好有信心咁話：不出20年，香港人一定見到真民主。我笑佢嘅率直，亦都笑佢嘅保守。今日打開報紙，好可惜，我哋睇到嘅仍然係荒謬。代表少數人嘅議員，壓到咗700萬普羅大眾嘅聲音。喺呢個開放嘅社會，竟然有人自鳴得意咁話，800人選出嚟嘅特首，具有廣泛代表性。但我從來冇懷疑過，亦都冇放棄過，因為喺我身邊嘅香港人仍然肯為民主發聲，仍然有好多辦法。太太曾經講過，冇人可以肯定未來，更加冇人可以否定未來。只要聽到群眾嘅聲音，相信手中嘅一票，我知道成功就喺眼前。